这是地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启程前往新德里接受膝盖治疗；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接见藏人行政中央新当选领导层；达赖喇嘛尊者与司政边巴次仁祝贺伊南卡纳塔克邦新任首席部长。流亡藏人社区完成新一轮民主权力交接。法国参议院呼吁马克龙总统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向中国表达关切。欧洲与澳洲多地纪念六四37周年。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6月5号上午离开印北达仁萨拉，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接受左期医疗检查及治疗。根据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通过官网发布的公告，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新德里接受左期医疗检查及治疗，在治疗顺利完成并康复后，预计将于6月底前往拉达克，并于当地住息一段时间。在尊者从达仁萨拉的寝宫出发至冈格拉机场时，数千名手持哈达和藏香的达仁萨拉僧俗藏人、各国信众和游客在沿途列队送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也前往冈格拉机场为尊者送行。另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四6月4号上午在印北达仁萨拉的寝宫特别接见了藏人行政中央新当选的领导层，其中包括第18届土伯特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以及由司政边巴次仁率领的第17届噶夏各部门部长，并发表慈悲开示。尊者在开示中对新一届内阁全体成员给予了祝福与鼓励，希望他们继续与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方针，推动解决藏中冲突，并表示他也会以坚定的决心为土伯特人民的福祉和佛法昌盛服务。此外，印度卡纳特克邦新任首席部长希瓦库马尔于本周三6月3号宣誓就职。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分别致函祝贺，感谢卡纳特克邦长期以来对流亡藏人社区的支持与关怀。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表示，卡纳塔克邦是3万多名流亡藏人的家园，也是印度境内最大的藏人定居点之一。尊者感谢卡纳塔克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给予藏人的友谊与支持，并指出以古印度纳兰陀传统为基础的藏传佛教修学中心能够在当地扎根发展，令藏人深感欣慰。尊者同时祝愿希瓦库马尔在任内顺利应对各项挑战，为改善民众福祉做出贡献。而司政边巴次仁也代表全体藏人祝贺希瓦库马尔就任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司政在贺函中写道，希瓦库马尔的当选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其领导能力的高度认可，并回顾了卡纳塔克邦与流亡藏人之间深厚的历史情谊。司政特别提到，1960年，时任首席部长林加林加帕划拨土地建立白拉库比藏人定居点，为流亡藏人重建家园和保存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期待双方长期建立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在未来继续深化。另外，达仁萨拉于上周迎来流亡藏人民主体制发展的重要时刻。随着第18届土伯特人民议会议员宣誓就职，新任政府议长产生，以及第17届噶夏顺利组建，流亡藏人社会再次完成了一次和平有序的民主权力交接。上周日5月31号上午，第18届土伯特人民议会临时议长达瓦茨仁首先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前宣誓就职，随后主持45名新当选议员的宣誓仪式，标志着新一届议会正式展开任期。本届议会共有45名议员，其中包括16名新晋议员。
议员们于当天下午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卓玛次仁为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为副议长。当选的正副议长于本周一6月1号上午正式宣誓就职，而卓玛次仁也成为土伯特人民议会历史上的首位女性议长。第18届土伯特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于本周二6月2号召开。议长卓玛次仁在开幕致辞中强调，解决藏中冲突是境内外藏人的共同目标，并呼吁全体议员携手合作，共同实现这一目标。斯仁边巴次仁也在会议上代表噶夏向新当选的正副议长和议员们致以祝贺，并特别强调了卓玛次仁当选首位女性议长的历史意义。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声援土伯特境内严峻局势的6点正式决议。此外，与会全体议员表决通过了由司政提名的藏人行政中央第17届噶夏的6名部长候选人。新当选的部长们于本周三6月3号上午在首席大法官伊西旺姆前宣誓就职，随后他们前往大城法院、乃琼寺和噶东寺朝拜祈福。当天下午，他们首次以内阁部长身份出席议会会议，并在随后召开首次内阁会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第17届噶夏司政和新任部长，以及第18届土伯特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及议员，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秘书长及公务员，于本周四6月4号上午在达仁萨拉的乃琼扎央宁寺参加了乃琼护法神夏季官方祈请法会。在结束上述行程后，斯仁边巴次仁为新任部长进行了职务分工。他委任才加曲杰丹尼为宗教与文化部长，巴登顿珠为内政部长，次仁对珠为财政部长，乌金丹增为教育部长，贡嘎扎西为安全部长，白马错为卫生部长。自珍将暂时兼任外交与新闻部长，负责该部门的相关事务。与此同时，在斯仁边巴次仁于上周三5月27号宣誓就职后，先后收到了众多祝贺他连任的贺电与贺函，其中包括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阿努纳加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以及德国、台湾等多个国家的国会支持土伯特小组的贺电。这些祝贺通过当面拜会、电子邮件、官方渠道以及社交媒体贴文和推文的方式传达。此外，法国参议院跨党派支持土伯特小组主席雅克琳·布里尼奥于近日致函马克龙总统，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向中国表达关切。雅克琳议员在信函中指出，在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将民族认同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条款，可能进一步增加对和平的文化与宗教活动的监控和限制。他还对该法律的域外使用范围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助长中国政府针对海外藏人及人权倡导者，包括欧洲公民的跨国镇压。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人曾屈真根康对此表示感谢，并赞赏参议员雅克琳为促使法国总统关注这一紧迫问题所做出的努力。与此同时，在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之际，欧洲与澳洲多地举行各类纪念活动，来自土伯特、中国、维吾尔及台湾等社群的人士共同缅怀遇难者，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状况。6月3号，来自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学者及人权倡议者齐聚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坚持6·4精神、推动宪政民主国际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在发言中表示，6·4事件与中国政府当年在拉萨对抗议藏人的镇压具有历史相似性，并强调藏人与中国民主人士长期以来建立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对推动自由、民主与人权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活动期间，各社群代表共同呼吁加强团结合作，并于6月4号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示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
也于上周末在悉尼先后出席了4水6港组织成立68周年纪念活动及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在6·4纪念活动上，达瓦萨姆表达了对中国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事业的支持，并回顾了达赖喇嘛尊者于1989年声援中国学生和平民主运动的历史。他同时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关于藏中问题的立场以及中间道路政策，强调通过对话与相互尊重，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符合藏中双方的共同利益。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吐蕃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和组织通过各种活动进行了庆祝。比利时90华诞组委会于上周日5月31号组织当地藏人参加了第46届布鲁塞尔20公里长跑活动，以此提升当地民众对吐蕃特议题的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也到场向参与活动的藏人致以祝福及赠送哈达。另外，日本吐蕃特之家于上周末5月30号和31号连续2天在位于日本四国道爱媛县新居滨市的秋生寺举办达赖喇嘛尊者生平摄影展及专题讲座活动，以此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茨旺加波阿瑞亚博士在活动上感谢秋生寺、日本90华诞组委会以及爱媛县佛教协会的共同努力，使达赖喇嘛尊者关于和平与慈悲的讯息能够传达给四国岛上的民众。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吐蕃特境内外的最新讯息，欢迎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